中風係本港頭號殺手之一，每年影響無數家庭。而心臟問題、心房顫動就會增加咗中風嘅風險5倍。而食薄血藥就可以預防中風，但係亦會增加出血嘅風險。而今集醫識醫識就邀請到腦神經專科醫生李可倫醫生同我哋嚟拆解薄血藥同埋預防中風嘅關係。咁我想問咧，其實薄血藥咧係咩嚟㗎？其實薄血藥咧，顧名思義咧，讓啲血冇咁結，從而咧等啲血冇咁容易凝固，減低血塊形成。薄血藥咧又同人哋講開嘅抗血小板藥咧有啲咩分別嘅咧？其實抗血小板藥咧主要針對呢個血小板，減低佢哋咧黏合埋一齊嘅機會。通常咧就用喺啲係中風嘅病人啦，又或者有冠心病嘅病人嗰度㗎。至於薄血藥咧，其實學名叫抗凝血藥，主要咧就做呢個咧針對翻啲血型指數，令到啲血塊冇咁容易形成。通常咧用喺一啲靜脈嘅血栓啊，又或者係有心房顫動引致中風嘅病人度㗎。咁我想問啦，點解中風嘅高危人士咧係要食薄血藥嘅咧？兩者有啲咩關係㗎？其實個重點咧就係心房顫動嗰度，因為如果有心房顫動咧，心臟就會停得不規律啦，時快時慢啦，就會形成一啲喘流，導致啲血塊形成喺左心耳嗰度嘅。咁如果經過啲血管彈咗上路咧，就會形成中風嘅。如果有心房顫動嘅病人咧，係比普通人咧中風機會係高5至7倍嘅。咁但又係唔係所有心房顫動嘅患者啦，都係要食薄血藥嘅咧？咁又唔一定嘅喎。雖然患上心房顫動咧嘅病人咧會增加中風機會，但都有啲國際指引咧睇翻個病人係咪高危嘅。咁裏邊包括啲咩咧？如果病人有心臟衰竭啦，有高血壓啦，年紀大啦，有糖尿病或者中過風啦，又或者本身有啲血管疾病，同埋女性嚟講咧，都會增加咗中風嗰個風險㗎。如果咧係針對一啲心房顫動嘅患者啦，而家咧有啲咩類型嘅薄血藥咧係啱佢哋用嘅咧？其實薄血藥分為兩類，一傳統嘅華法林啦，或者新一代嘅口服抗凝血藥。咁呢啲咧都可以幫助咧，令到呢個患者減低嘅中風機會㗎。不過傳統嘅華法林咧就要定期咧做抽血啦，監察嗰啲血型指數嘅。另外咧佢有啲食物咧就避免唔食得嘅喎，譬如綠葉蔬菜啊，或者含高維他命 K 嘅食物啦。至於新一代嘅薄血就方便好多啦，唔使定期抽血啦，同埋咧唔會同食物有衝撞嘅。但係好多人咧都會擔心咧佢嘅副作用，咁其實對日常生活嘅影響咧係會有啲咩嘅咧？其實食咗薄血藥咧會令到增加出血嘅風險㗎，有啲病人可能容易出現啲瘀痕啦，或者嚴重啲病人可能出現流鼻血啦、流牙血啦，或者嚴重啲碰撞咧可能引致內出血嘅情況㗎。咁我想問，如果真係啦，一啲食緊薄血藥嘅防戰患者啦，咁就好不幸出意外啦，就真係出血，咁其實應該要點樣應對咧？如果呢啲情況，如果簡單啲傷口咧，可能就按壓啲長啲嘅時間就 OK 啦。但係如果有嚴重出血嘅情況，譬如身體無端端出現好多瘀痕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內出血，可能突然間發覺屙啲黑大便啊，或者個人覺得好頭暈、周身冇氣力，一定要第一時間去睇醫生。睇下有冇啲嚴重出血嘅情況。咁如果呢啲情況之下，其實點樣去調整呢個治療嘅方案？如果病人突然間有意外咧，或者嚴重內出血咧，就需要用一啲我所謂叫解藥啦。其實咩叫解藥咧？係一啲特別嘅抗體啦，好似個磁石咁樣，將一啲抗凝血嘅分子咧吸住咗，從而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令到嗰啲藥咧個藥力咧就減低，咁病人咧就可以減低個出血嘅風險啦。咁但係佢本身薄血藥嘅療效，即係防中風嗰個功效，會唔會都因為咁樣而逆轉咗啊？防中風只係一個長期嘅幫助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就咁用啲逆轉劑咧，就唔會影響藥嘅長期功效嘅。咁當我病人做完手術啦，或者傷口已經止咗血啦，醫生評估個臨床嘅情況，就可以喺適當嘅時候咧，俾翻病人食薄血丸噶啦。咁我想問，用呢個逆轉針劑嘅時候，有啲咩考慮嘅因素嘅咧？睇個病人有冇需要啦，譬如話個病人如果係做一啲定期嘅手術，可能譬如話去剝牙或者做一啲我哋可以預計嘅手術，咁通常我哋會叫啲病人咧預早停藥就可以啦。但係譬如一啲急性嘅手術或者急性嘅意外，可能遇到交通意外啊，突然間有個傷口啊，突然間可能啲內出血啊，需要做啲急症手術咧。譬如有病人如果有膽石啦，可能佢年紀大嗰刻未必需要做手術，但係有時我哋唔知道膽石幾時會移位啦，可能塞咗啲膽管啦，咁就會導致一啲急性嘅膽管炎、膽囊炎，可能個病人需要突然間做啲急性嘅手術，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啲叫敗血症嘅喎。咁如果係逆轉劑咧，就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將個薄血嗰個功能咧降低，咁病人做手術嘅出血風險啊、併發症啊，都會大大咁降低嘅。
聽過啦，啲人話其實會唔俾長者食薄血藥，因為佢哋跌倒嘅風險就比較高啦。咁其實點樣平衡即係唔俾佢哋食藥，即係降低佢哋出血嘅風險啦，同埋佢哋會有中風嘅風險咧？其實我諗住嘅緊要咧就係睇翻個病人係冇中風高危啦。如果病人係中風係高危咧，正如我所講啦，如果根據 Chaffetz score 佢係高分嘅咧，其實都需要咧食用啲薄血藥咧去減低個中風機會嘅。不過我哋可能就要睇下幫個長者咧，可能睇屋企裏邊有冇啲嘢要改善啦。譬如話需唔需要係俾啲輔助嘅行動工具俾佢啊？需唔需要學行架啊？或者啲輔助嘅工具啊？希望減低佢咧頭部撞傷嘅風險，甚至乎而家有啲叫防跌背心嘅，喺病人一跌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可以有啲氣囊彈出嚟，咁可以避免個病人咧冚到個頭啊，而引致啲頭骨內出血嘅風險或者內出血嘅風險。因為我聽人哋講話，可能即係上網都有啲人話有啲迷思話會影響記憶力啊，或者會令到個人好虛啊咁樣嗰啲，其實咁呢個又唔會嘅喎，除非個病人咧又真係有出血嘅問題啦，譬如話佢服用薄血丸，可能個份量唔啱啊，或者以前成舊一代嘅華法林啲血所謂叫做太稀啊，咁引致內出血嘅情況，導致貧血，咁個人就會話好虛咁嘅情況啦。但係一般嚟講，如果我哋監察住個病人嘅嗰個溶血因子啊，又或者服用新一代嘅薄血藥啊，咁其實個出血風險咧其實已經好低㗎啦。多謝李醫生今日詳細嘅講解。咁大家知道咗呢啲資訊之後，有啲咩問題，記住求醫檢查一下啦。多謝收睇，拜拜。拜拜。喂，睇完片仲唔快啲俾 like、subscribe 同 share？你仲有啲咩健康事想知嘅話，快啲下邊留言同我哋講啦。